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，是法者言57。凡事之成功者，必视机而入，闻悉而动，知其含义而不行之。故多他惑所先，终利被夺。故曰：才觉明日变悠悠，才觉病便是药，共愤之力，人类进步而前。如是之道耳，当三思自悟也。凡是一切事情的成功都有机遇在里面，其前提是自己必须具备相应的学识才得。当机遇医治的时候，不要迟疑，要视机而入，闻悉而动。也就是说，看到机会来了，只要知道某件事情是件好事，在此时去做最容易成功，就要马上动手，一有消息立刻去做，否则去迟了的话，就会被他人抢先一步，你就失去机会了。所以古人说，才觉明日便是悠悠，才觉病便是药，这就告诉我们一意是道，要做某件事，建立分析正确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今天及时就把它做了。刚刚发现生了病，立刻救治，不能拖延时间，如果拖延时间，病就严重了。做生意也好，待人接物也好，一切事情都是如此，知道了就应该立刻去做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要大家去抢夺别人的利益，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不失时机的共同努力，就会推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，社会前进的步伐就会加快。这个道理是很值得大家三思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